嘛是社会新闻，北检侦办 IMB 平台吸收资金的诈欺案件主嫌，全国违避查扣的144支红酒，伫早起交由树林分署进行竞标拍卖。即摆包括法国帕维堡，还有美国第一乐章2款红酒，这个标价起标价是1606000块，嘛等于是市价7折左右。有55组的民众呢，伫遐咧划价。另外呢，有查扣进的这个爱马仕啦、LV 等等精品，加一寡艺术品、加威士忌等等，嘛将伫这个月2日要拍卖。2号小姐9万，23号9万，16万，6号先生16万。数字的牌仔随啊随的举起来，民众像咧划价，全部拢是为着要抢到得标。23号18万。得标的人是有够欢喜的，因全部拢是为着要来捡赎会。今日行政警署树林分署举办拍卖会，拢总55组的民众登记入场，这桌顶摆一排经典红酒，全部拢是伊贡献的。你们有几栋房？是恶意脱产吗？海盐比平台涉嫌诈欺趁侥幸钱，主嫌张国辉的收赃全部拢扣查扣。这一摆拢总144支红酒拍卖，包括法国帕维堡、和美国第一乐章，预估起标价值达到1666000，不过对收藏家来讲，已经是优待7折。刚刚标这个是3瓶4万8，那等于1瓶是1万6，因为算是很便宜。红酒的部分啊，每10年会有一个增长空间。目前拍卖行情都是远高于市价，那每一支大概都是超过1万5左右，甚至有2万多的。好运捡到赎回，唔那这一摆，进前张国伟红敲到真济爱马仕、LV 高级的精品，含艺术家高浩我雕刻作品，佮真济威士忌，预计伫咧20号下晡举办鉴赏会，26号进行拍卖。想要捡到赎回民众，千万唔通错过。司法机关嘛希望会当紧甲这物件拍卖掉，甲钱紧还予被害者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